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大家等咗好耐嘅周瑜到今季都依然未改版，而今集再同大家介紹喺周瑜未改勁之前嘅白版周瑜槍。今季嘅戰備可以令到周瑜變槍 S 慳翻個寶物，咁所以我開季第一隊就出咗佢。呢一隊由周瑜、呂蒙同埋程普組成，你冇睇錯，全部都係 S1 嘅舊武將。隊伍配置方面，周瑜配點全智力技能奪魂封座，兵書奇正聖戰同埋文韜；呂蒙配點全智力技能眾志當風，兵書奇正聖戰同埋文韜；而程普就配點傳統術技能草船百里，兵書無戰手勢同埋防備，配上援助。程普可以改配草船加虎緝或者威謀，如果配威謀嘅話，兵書就要改成後發，而當風就可以改成百里槍。眾志就可以改成眾望。喺百里槍改勁咗之後，呢一隊就算冇風刺陣都有足夠嘅輸出。除咗主要輸出周瑜之外，呂蒙配上奇正之後，百里槍同埋眾志都有唔錯嘅輸出。而且呂蒙仲可以打埋控，可以計窮同埋繳械對手。加埋仲有程普嘅震懾，呢組控技除咗冇重疊之餘，仲係冇辦法淨化。控到 SP 馬超淨係得6次普攻。加埋眾志百里同埋草船嘅補血，仲有呂蒙嘅抵禦，令到呢一隊喺冇減傷嘅情況之下，都有足夠嘅坦度打多村。最後就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